法国有一个17岁非洲的少年家赛车技术零检，被警察界枪杀，引发示威抗议。总统马克宏嘛谴责警方的行为。美国流行乐团的天后马丹娜因为严重细菌感染，去大家护病房插管治疗，原底规划巡回演出嘛拢延期。美国一只黑猩猩出事就互人带去关伫咧实验室，关28天，即马总算互人救出来。这只黑猩猩头一摆看到那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9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今仔头一条新闻，先来看罗西亚总统普廷，经过瓦格纳集团发动反乱的风波了后，28头一摆出去出访，伊去南部见伊的支持者，那像就是要拍破政权未稳定的风声。另外，美国总统拜登针对罗西亚的情势，伊要讲俄乌战争，煞无细字讲唔对去，讲普廷当咧输掉伊拉克战争。予大声喊叫的攻击支持者包围。俄罗斯总统普廷拜三暗去俄国上南边的城市，为伫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吉尔宾特，甲官方强调的数百名支持者会面。这是俄国佣兵集团瓦格纳发生兵变了后，普廷头一摆出席公开活动，伊伫画面上甲热情的民众亲切互动，亲像咧回应外界有关于政权无稳的传言。参访期间，普廷甲吉达斯坦领导人梅利科夫会面的时，特别强调家己相信民众的支持。梅利科夫也甲普廷手相逢，表示所有民众拢相信伊伫兵变期间所为决定。也毋过，西方国家甲媒体评论，瓦格纳的兵变虽然无成功，也毋过已经明显写着普廷的领导权威。美国总统拜登拜三也互记者问到，普廷政权敢是当面临威胁？It's hard to tell, but he's clearly losing the war in Iraq. He's losing the war at home, and he has become a bit of a pariah around the world. And it's not just NATO. It's not just the European Union. It's Japan. It's 40 nations.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攻击并无受到叛乱影响，煞来停止。拜日俄军轰炸乌东一间餐厅，造成大量平民死伤，目前已经成员到9个死，包括3名囡仔，另外至少5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于普廷等俄国高层开喙大骂。І в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знахабніли безкарності від цієї безкарності та почали тероризувати весь світ. 泽伦斯基表示，伊拒绝任何冻结冲突形式的和平提议，佮家己提出10点方案，包括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俄军退出，甲恢复乌克兰的边界。公视新闻张武明编译。法国因为伫27个时阵，有一个17岁非洲的少年家赛车技术临检，互警察界枪杀。总统马克宏是谴责警方的行为，讲袂当原谅。结果嘛，互警察工会回呛讲，未经审查就先甲人判罪。另外，伫咧巴黎民众嘛连续2天上街头抗议警察杀人，有31个人互逮捕，嘛有24个警察受伤。示威群众一直向警方拼炮啊！暴动进入第2暗，巴黎街路几啊台车拢被烧害去。镇暴警察分别去事故现场，警方表示已经控制几啊个零散的暴动。这边互人写警察害人，为哪来心中证据？27早起17岁非裔青少年仔啊，互警方开枪拍着胸坎仔身亡，不过确实情形版本无同。An eyewitness filmed the police performing the check, one pointing a gun at the driver. When Niall began to leave, the officer fired at point-blank range, killing the teenager. The police's original version of events claimed that the driver tried to hit the officers, but videos showed them beside the car, holding the driver at gunpoint, threatening to shoot. 马克宏向家属表示哀悼，不过讲的话引起争议。An adolescent was killed. It's inexplicable. 这话引起警察工会生气，反抗马克宏对警方执法违信审判，甚至鼓励反警察受训有政治干预的嫌疑。另外，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是表示，要对法国警方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警方的一个推文认为是哪儿爸母有将囡仔教好，这推文已经被删除。被控杀人的环境已经被拘留，强调开枪是因为迄时阵认为有生命危险，这代志伫法国引起高度关注。
来自巴黎高考的法国脚球名车姆巴佩也发推文，为法国感觉伤痛，部分政治政府认为应该慎重调查。警察部辅助，另外有法国警察甲美国警察愈来愈共款的批评，也有社会大众对警察执法过当、种族歧视等言论一直的关注。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穆斯林两大节日之一的宰牲节要到啊！伫咧瑞典的首都，数一个来自伊拉克的移民去到当地大清真寺，做出打古兰经、佮有放火烧这款的行为，而且佮有经过警方的允准。外界认为这款侮辱伊斯兰教的动作，又会去惹到土耳其，影响到瑞典要加入北约组织。伫警方严密监视甲几十个共款是控制所用阿拉伯语画写之下，几年前为伊拉克到甲瑞典的37岁莫明卡，几日拜读古兰经，用古兰经夹入培根，了几日夜个点火烧。伊强调这是为表达对古兰经的看法，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这是民主。Burning a religious book, it's not freedom of speech. It's a provocation. 这行动经过警方认定，小古兰经未造成安全风险，才批准。暗过事后，警方另外用煽动反对这种族或者是国家团体对伊提出指控。过去同款行动伫穆斯林世界引起暴力抗议甲愤怒，尤其瑞典目前在申請加入北約，而且需要土耳其支持。暗过这代志可能互安卡拉正生气。Burning religious texts is disrespectful and hurtful. What might be legal is certainly not necessarily appropriate. We continue to encourage Hungary and Turkey to ratify the accession protocol of Sweden without delay. 莫米卡进前就申请过小古兰经，暗过无得到允准。迄时阵理由是因为今年1月一个伫土耳其大使馆外口小古兰经的事件引起几日礼拜示威，呼吁抵制瑞典产品。互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进行受阻，警方认为瑞典正做遭受攻击的优先目标，了后一度退回小古兰经的活动申请。暗过上诉法院伫6月裁定警方禁止是错误。莫米卡伫今年4月表示，无想要伤害这责任，佮维护伊尊严的国家，目的也是破坏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从一解封，餐饮业拢陆续恢复做生意。伫咧日本东京正热闹的商圈，就出现真侪鸟鼠仔走来走去的问题。目前当地业者正在研究对策。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日本和南韩的经济关系改善，即马阁要重新启动长暂8档的货币互换式协议。只要其中一个出现欠货币的状况，另外一个就会斗3天。英国 Times 报道，单位研究发现，不接受荷尔蒙治疗经年期镜头的负责人，治疗失利的比例会较悬24%。说到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瓦格纳集团反乱引起轰动。即马罗西亚总统普廷表示，政府、军方任何有提供协助，也是有牵连的人，伊拢要来列出来算总效。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受到雷公号的影响。美国联合航空的国内航线已经连续4天超过2300航班互人取消，也是严重延误。再来看创吹器泰坦号冲入去海底，要看铁达尼号所发生大爆，害5个成员拢总死亡。美国的海岸防卫队二白证实讲，有找到那像是泰坦号的碎片，已经甲送去加拿大调查，而且嘛发现到部分可能是人的遗体。因嘛会送去纽约进一步分析。加拿大的打捞拖船慢慢驶入去加国东部纽芬兰港口，船顶载运打捞起来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残骸，这是针对18出发去看铁达尼号残骸过程中发生内部爆炸意外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所进行的打捞工作。搜救队伫铁达尼号差不多488公尺的海床，发现潜水器尾的残骸甲其他碎片。岸边的工作人员甲残骸照顺序载去哩货车顶，也互这场艰难的敲锤甲打捞行动做一个结束。美国海岸防卫队海事调查委员会讲，残骸内好亲像有找到咱人的遗骸，后续会甲这个残骸运去纽约做进一步的调查，来查清楚事故的原因。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MBI, the board will first and primarily work
to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is Marine casualty and the 5 associated deaths. The MBI, however,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accountability aspects of the incident, and it can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proper authorities to pursue civil or criminal sanctions as necessary. 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医疗专业人员会甲估出来，这个好亲像咱人危害进行分析。泰坦号潜水器伫北太西洋差不多3.2公里的深度发生灾难性内部爆炸，里有可能这5个乘客目前的年度死亡。啊，毋过因为事发地点是伫个真歹监管的深海，罹难者各位真侪国家来，这场调查一定爱真久，而且困难度真悬。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美国流行乐团的天后马丹娜，这阵仔是传出讲，因为严重细菌感染，规个唔知人去红沙去大加护病房插管治疗。今年已经64岁的马丹娜，原底是按算伫咧7月15要展开庆祝出道40档的全球巡回表演，结果唔知敢是因为一礼拜排练6日上过操劳，就安尼拍歹身体。目前，伊的经纪人表示，马丹娜的病情是已经有较好势啊，应该会当完全复原，不过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疗养，所以接落来巡回表演隆重得要延期。80s, 90s, 2000s, 4 decades of music avec moi, MLVC. Welcome to the party, bitches. 美国乐团流行天后马丹娜原本要纪念热门大剧《Holiday》发行40周年，下个月15日要加拿大Vancouver展开84天的全球巡回演唱会，宣传影片拢照4个地放送。想袂到马丹娜的经纪人伫2月宣布，马丹娜最近因为严重的细菌感染，要伫加护病房治疗几若天。虽然伊的病情已经有淡薄起色，不过同款要继续好好疗养。原本排好势日程，目前拢需要先发动。等候新的日程安排好势了，才阁发布通知。64岁马丹娜，《Forbes》杂志美国拍片期间富宝排行榜排名第45，估计伊的财产价值5亿8千万美金。伊伫巡回演唱就赚12亿美金。今年这场庆祝之旅伫北美甲欧洲数十个城市举行的全球巡回，主题是向马丹娜40几年的表演生涯致敬，一首一首展现伊一世人所有的热门歌曲。马丹娜当边带院的消息，上早是名流八卦杂志 Page 6独家新闻，讲伊失去知觉，带入去加护病房，佮插讲，厝内人拢有上歹的心理准备。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香港国安法实施了后，香港有真侪电影拢袂当放送啊。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时代革命》就是其中的一例。即马就算导演周冠威想要翕爱情戏，无要阁讲政治啊，嘛是因为伊捌翕过《时代革命》，投资者和演员惊受到牵连，拢总走了。周冠威就表示，这款严格审查是夺走创作的自由，迫害香港的电影产业。47岁香港导演周冠威伫反送中运动爆发的时阵，用镜头翕《时代革命》纪录片。这出纪录片伫坎城影展是大受欢迎，佮得到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而且佮是台湾电影史上卖甲上好的海外纪录片。但是伫2020年香港国安法上路了后，港府伫2021年10月是修订电影检查条例，禁止播可能造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电影。周冠威已经准备真久的新电影《一个人的婚礼》，嘛真侪投资者因为政治的考虑惊甲走去，甲几片80%的资金收回来，差不多港票800萬。所以香港電影圈除咗電檢條例係一個枷鎖，國安法係鎖緊咗，甚至係將創作嘅自由拎走咗之外，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呢一啲嘅合約，呢一啲嘅演員合約、歌手合約，通通都係鉗制住佢哋，用經濟去鉗制佢哋唔能夠發聲。根據統計，對2021年10月以來，至少有21出電影含底片，和香港電影報刊辦體檢內容，也是要互因搬。但是電影報刊辦喺聲明內面講，對2021年以來5000出電影分級嘅申請案內面，敢若6出未當搬爾。電影報刊辦嘛拒絕對某米電影來發表評論。香港政府已經向電影發展基金投資154億嘅港票，但是今年2月，
香港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所强调讲，电影若违反国安法，政府就会拨款来资助。I'm sure many of the filmmakers are finding very creative ways to deal with these new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ir films are made. 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根据统计，美国有超过一半的民众都捌伫咧网络受到言语的骚扰甲攻击，尤其是针对种族、宗教甲跨性别的歧视是愈侪。就专家呼吁政府应该加强监督，来阻挡这款仇恨的言论进一步变作暴力攻击的行动。反诽谤联盟公布年度调查报告发现，去年美国有52%的成年人受到网络骚扰和仇恨攻击，这个数字比去年的40%明显增加。按族群的分布来看，非裔穆斯林和犹太人受害比例拢有呈悬的趋势，其中以跨性别族群上悬，比例有到76%。And transgender respondents had the highest rates across the board. So while everyone seems to be experiencing what I would call perhaps a more hate-filled internet, most certainly certain groups are feeling it more than others and are being attacked more online than others. 反诽谤联盟讲，这寡网络骚扰和攻击上接发生的平台是面册，过来是推特，这可能甲这寡平台最近裁员。地区网络安全甲可信度机制出现空棚所致。专家更加忧心的是，这寡负面言论在现实生活中有可能变作暴力攻击。All of those mass shooters had been fed a steady stream of conspiracy theories, anti-Semitic content, hate-filled content before they went and committed these crimes. So again, it's not just hurtful words, it's true online hate that often leads to real consequences. 专家呼吁社群网络平台应该加强管理，让骚扰和仇恨言论无法度伫网络请赢。同时建议政府透过反亚帝立法，禁止针对个人的网络攻击。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接落来，带大家来看感动人的消息。伫咧画面内底，会当看到这只黑猩猩，这目睭八甲遮尔金，喙阁开。反应会遮尔大，是因为这是伊活28冬以来头一摆看到那天。这只黑猩猩伫出世就互人带去关伫咧实验室内底，关伫咧笼仔内底做研究。后来伊互人救出来，头先伊是阁惊，毋过对伊的同伴鼓励，踏出去笼仔外口，看到伊看到那天遮尔欢喜的表情，嘛是互人真感动。另外，伫咧澳洲最近有一尾大刺海鲨，去互鱼网仔电掉咧，好个再有动保团体来甲伊解救，才会当恢复自由。非洲海面四开的座头鲸，哪像在艰苦海产，因为伊有防沙网电身，袂顶袂动。动保团体发现了，坐两只小艇举长到这家尸，哪交鱼网，哪甲鱼网加长偷开，顺利偷开鱼室的鱼网了后，抢救任务圆满达成。也过动保人员忧心，海洋虽然得救，也过经过这场劫难了后，恐惊无死嘛半条命。这个事件发生在澳洲昆士兰的黄金海岸，目前是海洋500千岁的高峰期。这只10米长的座头鲸无顺利中到防沙网的陷阱，这种现象不是头一届。保育团体呼吁，在海洋潜水柜爱把防沙网摕掉。来看美国非洲，这只叫做芳草的黑猩猩，按窗仔跳来，甲朋友攀揽咧，欢喜甲目睭金金直直上天顶。这是28冬来头一摆看到日头，快乐的心情拢浮伫伊的面容。And seeing the emotion in her face was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struck us as the look of awe and wonder at having freedom. 保育组织讲，芳草互送来非洲这间黑猩猩保护区进前，从来毋捌体验过双脚踏伫草皮顶头的经验，因为伊早拢用关伫实验室内底做医学研究，后来互送去加州的庇护中心，活动空间游玩受限制。这个月，伊和18只同类踮3英亩的新厝生活，互伊有归属感。She was just welcomed so warmly, and after all she's been through, with never being able to walk more than 10 paces in any direction. 动保人员讲，得到自由的芳草，从来毋捌遮尔欢喜过。对伊来讲，干那晒日头，就是一种幸福。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猫仔、狗仔这寡动物伴会当互人的情绪较稳定，这大家拢知影。即摆伫咧巴西嘛，发现到蛇、杜丁、蛞蝓这寡生物，因为因的动作较慢、较冷静，嘛会当来帮助到自闭症甲焦虑症的人。
岁有自闭症的假白蝶，面对着这只细只的美洲短喙阔鱼，拢袂惊，抑佫真欢喜的甲治疗师练习讲话表达，用唱歌帮助听觉的记忆。过后一只四脚蛇趴伫咧胸坎头前，正温柔解说。假白蝶的妈妈讲，4年来治疗，伊的听力、沟通甲运动技巧拢改善真多，特别来拢真欢喜。 E é comprovado pela medicina que os primeiros 10 contatos, os primeiros 10 minutos que a gente já tem um contato com o animal, a gente tem liberação de neurotransmissores, que é serotonina, beta-endorfina, que são neurotransmissores que dão a sensação de prazer e bem-estar. 放射治疗师李贝罗用爬虫类正经疗愈课程已经10年啊，虽然无经过科学证明，不过患者的进步拢真明显。伊讲爬虫类动作较慢，身躯搁冰冰，互患者较安心，更加会当引起因的好奇心。另外，这位34岁的桑托斯，伫咧一边意外中脑严重受损，造成身躯无法度振动，也无法度讲话。治疗师互这只正大只的猛蛇，垫伫咧伊的颔骨啊附近。 蛇的重量加平等的感觉，有按摩的功能，还可能帮助活化桑多斯吞物件的反应。另外，用一只较细只的蛇来训练伊面加喙附近的肌肉。正有生物学家加治疗师最近工作，确保动物无承受伤过大的压力，造成意外反应。过去10年来，也捌发生过动物咬人的代志。公司新闻施惠两边报。 全世界有1/3的农作物拢得爱靠蜂来授粉，不过因为人类咧开发使用农药，互即寡蜂面临着灭绝的危机，嘛影响到农业甲环境。即马美国就启动伫咧政府大楼饲蜂，抑佫有专门派人来照顾即寡蜂。 规定的蜜蜂正骨力伫咧工作，最近伫美国政府大楼的厝顶，会当看到真侪蜂箱，不时也佫有饲蜂的人来检查。 They're great ambassadors. So nobody in this building was talking about pollinators before the bees arrives, but they really did start a buzz in the building the day they arrived. And even though they're up here on the roof, you can see them from our neighboring Cleveland building over there. And then, we do communicate with our tenants that the bees are up here. 这寡蜂唔是起来耍的，美国总务署正伫咧执行正重要的计划，因为大量使用化学农药。 抑佮加上蜜蜂的栖地环境被大量破坏，间接会影响食物的授粉，对地球生态造成危害。所以就伫咧公家建筑的厝顶饲蜂，随时观察这寡蜂的健康状况。We have a federal mandate from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to support pollinators. Best Bees as a company is running a data science. They use a DNA analysis of the honey to talk about the health of the pollinators in the areas. 饲蜂人甲蜂箱内面的茶帮挑出来，顶头规个拢是蜂，添加满密密。伫咧新罕布夏州的路德曼发现大楼，是美国目前11个饲蜂基地之一。绿化厝顶将做上好的生态观测平台。 We're going to get the data science from the green roofs. There are metrics like the number of species that are on the roof and how much cover. If you look down here, you can see some of these did improve the coverage of the roof, and we can attribute some of that. We have control roofs, so we can look at it against this bee roof. 蜜蜂对美国农业的贡献正大，每年估计会当间接的创造250亿美金的经济产值。即马蜜蜂大量死亡，只好人出面来干涉。 掩埋这场生态危机。公司新闻两岸编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司第2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